听过是讲，你个做代志，我可能小可惊你讲啊，莫惊啦，突然间是放假杯啊，对了，就做安尼，尴尬对，一大头就知啊。好来，小姐，对，来，你感觉是足为难的？足为难的，是你捌听过？看迄亲情卖计较，内底有讲过，就是迄个对，粗皮无，完全对伊讲，甲骂啦。你起码个知影，甲熟个啥人？我就爱看，你就爱看，是所以讲你感觉是足为难的？就是应该定惊死，就是鸟仔伫手里，可能定惊甲定要死，啊。放开搁惊伊飞走安尼，对啦，对啊，我感觉是足有画面的一句俗语。无，明白。地惊死啊，放惊飞，啊那为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看，哇，你手顶有一只啥鸟啊？啊，伊轻轻甲掠咧，啊，你惊烟啊，小看你掠一下，伊就飞走去啊。好，啊你若甲定安，你惊啦，无细字底甲定死去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咧讲啥？人面对一件代志啊呐。足为难的啦，唔知影要安怎决定，